六艺是什么？答案是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孔子他精通五礼，鲁国大夫临终前特意嘱咐儿子拜他为师。鲁昭公夫人去世，不合礼制，他却坚持穿丧服吊唁，这是他的礼仪，以礼立身，克己复礼。他深通音律，为诗300谱曲，在齐国听韶乐，3乐不知肉味，这是他的乐，以乐养心，内外和谐。他建议超群，在曲阜西射，围观者如墙。他就说，射箭比的是能火射中，不是能火射穿，这是他的射，以射观德，君子之争。他精通御术，说善御者不必扬鞭，马儿智慧奔跑千里。他把御术比作治国，得法并用，不露指威，这是他的御，以意御政，执六如情。他晚年编修6经，儿子去世时仍为诗作谱曲。他说，编成六艺，使而无憾，这是他的书，以书传道，删述6经。他早年当仓库管理员，账目分毫不差。鲁国冬季闹防灾，他一句话算作是立法出错，稳定人心，这是他的术，以数理事，精于算度。六艺出自周礼，礼是规矩，乐是和谐，射是专注，御是掌控，书是明理，书是计算。孔子六艺通身，弟子3000，通六艺者72人。今天你的六艺缺了哪一样？